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日欢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根据了解，分嘉南以南的县市竟然只有台南无跳舞场管理立法，造成牧场大片恶臭，一直严重污染溪北乡亲。所以议员李宗翰伫即届议会临时会提案，经过政党协商甲上午激烈讨论，认为草案也无够周全，将延到后一个定期大会搁再审议。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有关台南市新设立跳舞场管理驻地条例讨论，虽然18号经过政党协商，不过提案的议员李宗翰伫委员会已经保留大会发言权，所以会前就强调，为了溪北乡亲长期接受细微恶臭的污染，坚持一定要先通过新设立的驻地条例，唔通搁拖。另外，北美伫溪北的国民党籍议员蔡辉则强调。国民党团的态度就是新化甲旧场如何处理，一定要同齐立法。咱即马台南市，尤其咱的溪北地区、詹文溪以北吼，规个拢是饲鸡、饲牛、饲鸭，等等。有当时伊的设备若无处理好，伊就是开放式的，一年365天拢非常的臭。所以咱希望透过即个驻地条例，会让限制讲伊离家厝邻，咱徛鸡的距离，到伊的设备，甚至伊爱建立一个退场机制。按中华到屏东，独独剩咱台南未设这个驻地条例。规个因为设备设施大概都比较不符合环保。那如果新设置的话，不处理旧的话，那污染也更大。我们希望说新旧都要处理，这国民党原则是这样，把旧的要定一个时效、一个期间都条款，让它尽快改善。旧的改善完以后，新的再设，这样比较合理。不是说旧的不管，新的就依规定来设置，这样不大合理。地处议长根据18号政党协商的结果表示，开伫护干周全有法则，旧法麦当得到改善，并不是借机会刁难，嘛不是护航，拢是为受污染的市民。这个党团协商确实造成了大家的思考的方向更周延，才会有今天拿出来讨论。那在这个讨论呢，希望能用以平常心的讨论方式来制定一个更好的法案，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呢能够享其福、尽其用，而不是一个恶法。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审的。不管是新法要来严格管理后续申请的厂商，还是旧法恶臭污染的现况如何辅导处理？19号议会闭幕，议员踊跃发言，就占了规个节。会中议员嘛将指头指向市府，奈何议员家己提案消失，等到农业甲环保相关单位拢无作为，应该是立法将款执行终严。加塞、低塞倒来遐倒，啥物人的问题？是新设的问题吗？还是旧的问题？今仔日旧的无得处理，你要定新的？定新的目的就是讲，拢互新的拢无得定，无得用落，安尼当是道理。今天是旧的畜牧场，执法从严，环保局有没有去处理？自治条例能够解决问题吗？自治条例设定全部封杀，安尼会使吗？这是你市政府的代志，整个执行法令嘛是恁的代志。所有这过程将来法律定了，执行的嘛是恁的代志，较会使恁无意见，对不对？你唔通互这乡亲时代讲，甲拢议员咧讲，这个市政府所生鸡卵无放鸡屎的有。对此，市长黄伟哲会后强调，大家在意的是臭味污染，所以未来不管新的条例当时审查，拢会严格处理现有的跳舞场。自治条例的部分，其实大家在意的是臭味污染。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在描述这个男女朋友的追求。但就畜牧条例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新旧不是问题，距离也不是问题，但重点是不要污染。所以说，我们将来不管是新的条例什么时候审，我们去严格取缔现有的。如果它有造成污染的部分，我们绝不宽待。最后间回到18号政党协商的基础，将规范内容完成以后，伫后一个定期大会搁再来审议。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
今政治已经10党议员林彦章伫传出着年感以后，目前持续进行化疗等疗法，打算6月份要开刀，嘛预计这当半拢会进行相关疗程。对此，议员除了感谢市民的关心，嘛强调一定用服务的热情全力抗癌。正是反对年感第2期的议员林彦章，虽然减少服务案件，嘛避免出席公共场所被感染，来全力治疗对抗癌症。不过上午由员出席议会临时会，以保安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报告临时审查结果，嘛因为化疗严重落头毛规起铁光头，地上加头脏，加上喙暗抗条条，连二调拢认不出来。林彦章强调，拄着就是乐观，全力对抗癌症，嘛感谢市民关心。针对癌症呢，当你发生的时候，真的不要怕，就是去面对。只要你去面对的话，你跟它共存，我想，在你整个治疗，你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但是我现在的阶段就是化疗加双标靶。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我到底是几期的，然后到底是什么状况？大家都以为我开刀了。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还没有开刀，因为我是乳癌2期，是HER2阳性。那很多人可能不了解HER2阳性是什么，HER2阳性它是要做标靶的。那标靶的话，我做到双标靶，那整个过程当然是很辛苦。可是我也说过，我会像我服务案件这样子来看癌。那我还是要感谢市民对我的关心。那整个疗程大概要1年半，所以我真的感谢大家对我的体谅，甚至于他们看到我都会跟我讲说：“啊，你不要出来。”可是我现在就是说，没有出去到公共场所，是怕被感染，因为我现在不能被感染到，所以是怕发烧。发烧的话，对我整个治疗就是会停止的，所以跟大家抱歉，就是可能短期间你们要看到我本人是没办法的。化疗加双标靶疗程嘛，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互伊肥10几公斤，加上痛苦的化疗，互伊一想到就骹手无力，所以会中透过媒体强调伊过去就是拼选举、拼服务，疏忽了身体检查，所以提醒妇女定期预防筛检的重要性。乳环筛检真的很重要。其实，当你每年该检查的时候，就是要去做检查。那还是当你觉得感觉怪怪的时候，还是要去检查。因为呢，提早发现，就不会做到说化疗的这一块，或者是标靶的这一块。就是说，当你临起的时候是很好处理的，其实都不用怕。议员专业抗癌嘛，希望以家己的经验为妇女朋友的健康来把关。台新闻顾问及林庚采访报道。虽然国内疫情有控制，不过国外也是无法度预估。所以今年台湾国际兰展也是无办，市府将原本要布置会场的3万张兰花，刷到各区24位景点，共款以遍地开花模式，让市民近距离欣赏。往年国际兰展期间，差不多拢会有20-30万人潮进来看展。不过今年为了防疫，市府将2020国际兰展改为遍地开花模式举办。伫全市各区总共24处景点，以微型兰展的方式，让游客来观光佚佗的时阵，顺线阁会当看兰花。台湾国际兰展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开展，然后就把这些开展的兰花都放在全台南24个景点来做这个遍地开花的动作。记得去年也有做遍地开花，也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做集中展示，但去年的兰花是因为已经布置在后壁的兰花展的现场了，那临时宣布没有办法举办，所以说直接从兰花展的现场直接把它移至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去年第一个成本比较高，因为这个兰鞋他们要运送2次，他们要运到后壁，然后布展，然后又要运到别的地方再布展，所以说这次是直接从这个温室里面直接再来这边，所以说可以再送的规模跟花朵的数目比较多。市府观光旅游局也特别为民众规划4条看兰花的旅游路线，
提供予游客做选择。第一水山博览蓝游哈，所以从虎头皮当做是一个起点哦，可以到左镇山上跟我们的南营天文馆大内哦。那游程2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北台南的这个艺文赏蓝游哦，我们整合了文化局哦，包含说像文化中心、八角楼、武承恩公园、萧楼文化园区跟总研艺文中心哦。那第3条游程是什么？我们所谓的东台南的这个文青赏蓝游哦，就会有我们的永康哦，位在永康的市立总图的一个新馆，以及我们的藏经阁，那也是在东区哦，文化中心，还有我们的虎形山的这个虎形公园的这个采菊生活馆哦。那最后第4个游程呢，我们推荐大家老台南路线啊，就是我们的老台南双城赏蓝游哦，有这个赤坎楼啦。西门的浅草市场哦，阿萨库萨，还有我们的蓝晒图园区、水交社文化园区，以及我们的安平古堡哦。虎头埤风景区是市府第一个布置完成的景点。另外，伫左镇化石园区、山上水稻博物馆、大内南营天文馆、嘉义小龙园区、安平古堡等24个区的景点，嘛正咧赶工布置当中。市府配合防疫，将2020国际蓝展换一个方式来办理，互蓝展伫台南各地遍地开花。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位于两地火车站边仔台盐体运站甲周边现地的仓库，伫日本时代拢是重要的资源，所以市府向文化部争取再造历史现场的补助，对2016年开始整建。市长委托嘛特别前往关心，期待这个园区未来当成为溪北重要的观光景点。过去龙田火车站南侧的台盐储运站甲周边现地的仓库，伫代代的考古堆进驻以后，就被规划成为龙田的考古展示教室，进行出土文物的展示甲教育推广。后来市府为了提升溪北地区的文化能量，伫文化局的争取之下，得到中央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补助。对2002年开始整建，也因为伫日本时代，该地区就是属于汤体、盐体、水体甲台体四铁共构的特殊环境，所以文化局也将这个所在规划成为嘉南大圳甲考古遗迹为主题的文资园区。过去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物资的转运站，那同时它也是整个嘉南这个大圳的水利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点，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透过考古的方式，有我们的考古中心，包括这边也典藏了很多的这些文化资产的物件的部分，包括石材的部分。那所以未来这个地方希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教育园区，让民众来这边可以了解我们台南的这些文化资产，同时也透过这边的展示沉浸式的剧场。那来了解说整个乌山头水库跟整个嘉南大圳的整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发展。19号下午，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前往视察，以了解整个园区整建的状况。也因为这个计划有分做几啊期，所以也有部分已经完成，但是有的地区也搁咧施工的进行。市长伫听取文化局的报告以后，除了期待这个园区会使为溪北地区带来丰富的艺文甲教育能量，也希望这卖成为文资馆。刚刚听了这个介绍，我们四铁共构是一个点，那有个水镇是一个点，然后那个四铁的那个遗迹也是一个点。那怎么样是看那个考古人员他的一个作业还跟文物的一个典藏也是一个点。那建筑物本身就是修复起来就是蛮能够看的不管是从里面这样看的结构，或从外面的看它特殊的。我想说这个地方希望能够精心打造，那绝对不要成为文资馆。我们希望说能够成为一个艺文活动发生的地方，也是这个民众来做深度的这个文化之旅的一个地方。这个园区未来规划百年大圳的沉浸式剧场，甲考古工作的环境参观，希望成为大溪北地区重要的观光景点甲文化教育推广的基地。预计伫12月份正式来启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不管大人也是囡仔，拢真喜欢插角仔。过去被认为是佚佗物，不过这几年来有艺术家做成充满特色的艺术品，甚至台南市美术馆一馆也特别规划展览，要互民众来亲近。透过镜头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卖。讲到插贴仔，真侪人拢会想到国际知名的乐高。这几年来，也愈来愈侪创作者将插贴仔当作材料之一，制作成为各种丰富特别的艺术品。台南市美术馆为了让民众会使亲近艺术，特别规划了这个佚佗物仔插贴仔艺术展。这届也特别邀请台湾知名的插贴仔创作者黄燕志所制作的2件作品《北港朝天宫》甲《东安船》，非常吸引民众的眼光。加上其他运用插贴仔衍生的作品，让民众会使感受到插贴仔除了是佚佗物仔，也是会使成为艺术创作的媒材。我们这一个堆叠快乐。积木玩具艺术展览呢，其实就是要把艺术跟生活呢，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很好的融合。那就是说大家都有游戏的经验哦。那如果在游戏之中呢，透过一种动手做的创造行为呢，会让心情感到非常的平静，或者是很快乐。我想美术馆就是要重拾这一种单纯的创作的快乐，让大家体验艺术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玩具积木艺术特展。一来到这个佚佗物仔插贴仔艺术展，就被门口的黄色插贴仔所吸引。这3个作品拢是由着艺术家吴宽盈所打造的。其中这个叫做四角形游戏的展品，甚至会使用镜头仔改变伊的造型，也互来参观的民众拢算甲非常的欢喜。积木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一种修行了。那有人说木刻是一种减法，那泥塑是一种加法。那我觉得我做积木可以做到加减乘除。那尤其是我学机械的，我会把更多的几何放到积木里面，这是跟一般的艺术创作不太一样的。我是属于极端的理性，我要在做之前，我会先想它的数量、颜色，还有体积大小，这都是我考虑的。这个展览目前伫台南市美术馆一馆的2楼所举办，将会持续到10月中。喜爱插贴仔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趣味的展览。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庆祝台南甲日本仙台结盟10周年，仙台历史文物馆对3月18到24将推出为期1礼拜文化周，当中展出8种 VR 效果的闯关游戏，要参观的民众透过游戏，买当深入了解两市的文化历史。仙台市位伫咧日本东北地区，因为仙台七夕节甲台南府城七夕做10回传统相近，双方为2006年签署交流促进协议，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交流。今年的台南仙台文化周活动就伫咧18日登场。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日本仙台观光国际协会理事长春山光彦这次无来到台湾，不过透过网络连线也早来了祝贺。成功大学甲南台科技大学师生共组创作团队，为台南仙台文化周设计出多款的 VR 实景游戏，让体验者会当透过游戏认识台日双方的文化甲历史。我觉得透过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就透过这个游戏，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就可以远距离的，然后让日本人也知道我们的文化，然后这样去交流，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让学生，然后他们用自己的跨域的合作，然后去创发一些 VR 的作品，那可以让日本人来体验我们的台湾的文化、历史，还有一些风俗民情。那因为我们这次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到日本去，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一个很创新的线上的交流的方式来举行这个活动。台南仙台文化周展场 VR 体验，3月18到24，分别会伫咧几个时段开放予民众体验。观众朋友若是对着 VR 实境，或者是台日文化历史有兴趣，拢会当前往成功大学光复校区历史文物馆体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了解，若感觉顶下去前后落差上大，食物件切袂断，还是不加厚道等等，拢有可能甲颚骨发育无平有关系。通常需要手术来调整。
其中台南病院利用电脑开发新的手术系统，希望达到精准定位。正颌手术是切开上颚骨甲下颚骨的手术方式，然后搁再重新组合，并且定位伫个正确的位置，才个固定。为服务台南病院气科的特约医师王东尧，本身是成大医学院的教授，甲机械系合并教授，专长是口腔颚面的外科甲正颚手术。伊透过电脑的演算方式，无需要标定点，就能产生骨骼的参考面。并且进行脸骨的对称分析，并开发出虚拟加混合实境的手术计划系统，达到更加正确的骨骼定位。关于这个混合实境啊，混合实境现在是大家这个很流行的名词，我们就把实体跟虚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那我们以前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人。那实体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石膏牙齿模型啊，我们牙医师习惯用这个牙齿模型来诊断这个咬合啊，来计划这个手术的后的咬合情况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想要保留这个牙齿的模型哈，这个是实体的部分。那虚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我们的上颚骨跟下颚骨哈。那骨头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在电脑上面的那个电脑断层做出来这个骨头的模型。那其实骨头的模型跟那个牙齿是联动的嘛，对不对？那个牙齿是长在骨头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虚实混合之下的时候，我们移动我们的牙齿模型，我们同时就可以移动到我们的电脑荧幕上面的骨头，它们是联动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边观察这个骨头的对称性跟它骨头的前后位置是否恰当，一边我们在调整这个病人的咬合。王东尧医师对去年8月到卫福部台南病院来受聘，到目前完成40个正颚手术，不管是后道、补牙、小下巴，或者是脸部歪斜，经过合并的矫正加正颚的手术，患者拢会得到真大的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